我媽媽同我講，你要承認你係一個三等公民嘅身份。嗱，以前咧，喺內地嗰陣時，就會晚晚就係上網啦，不斷去打網遊啦。咁咧就一路打到朝早大概7點鐘就食早餐。咁食完早餐就會瞓覺，瞓到中午瞓醒啦，跟住食個 lunch 咧，跟住再一路打，又係打到夜晚通頂。呢一種生活咧係持續咗咧大概係4年嘅時間。當陣時咧，我記得咧我係讀高3啦，讀咗第一個學期咧，我就係迷上咗打機啦。咁跟住後嚟咧就大學都唔去考啦，咁就每一日都喺屋企度打機。喺打機入邊咧係揾到一種成就感啊！嚇，因為喺生活度揾唔到嗰種成就嘅感覺。嗰陣時咧，我覺得人生咧就係等死，係啦，人活着咧就係為咗等死咯，冇目標，冇方向，唔知道可以做乜嘢，咁啊就係呢種躺平嗰種感覺。咁直至到2008年啦，我媽咪真係頂我唔順啦，咁就話屋企咧就面對一個好大嘅經濟困境啦。咁而家咧你就唔可以繼續過你呢一種打機嘅生活，你就必須咧要即刻落香港，係啦，去開始你嘅新生活啦。咁啊嚟到香港之後咧，咁第2日咧我就即刻去見咗份美甲嘅工作。咁啊，就喺美甲店嗰度咧做美甲學徒。初咧嚟到香港咧，我真係完全適應唔到噶。我記得咧，我晚晚係打電話俾阿媽咪咧，就同媽咪講：呢度真係唔係人住嘅地方啊，好辛苦啊，同埋都融入唔到呢一個環境啊。係我媽媽同我講：你要承認你係一個3等公民嘅身份，你嚟到人哋嘅地方咧，就要去融入人哋啦。我唔認命，咁所以我就決定要喺地獄嗰度爬翻出嚟，因為咧我係一個港漂啦。咁咧嚟到香港之後咧，我成日都會發白日夢嘅，就係話如果有一日咧，我嚟到香港可以有一間咧屬於自己嘅物業咧，就真係死而無憾啦。後嚟咧因為個契機咧，就有一個朋友咧介紹咧，我就去讀咗某一啲嘅投資課程啦。咁所以咧就去讀咗嗰個課程之後咧，就順利咁樣咧就買咗我第一個物業啦。其實咧物業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範疇噶嘛。咁其實點解我會選擇學生宿舍？係因為咧我自己曾經都係一個港漂，我非常之明白咧一個港漂咧一個人離鄉別井嚟到香港嘅生活會係點樣。都希望咧係可以有我嘅經驗啦，或者係我現有嘅人物資源咧係可以 support 到佢哋咯。另外咧，一開始咧，我都係住一個60尺嘅劏房，咁所以咧，我亦都好明白咧，對於個港漂嚟講咧，一個住宿環境咧，對佢嚟講係幾咁重要，同埋咧，亦都係好希望咧，俾到一個家嘅感覺咯。因為其實港漂咧，其實係有一個家嘅感覺，其實都好重要嘅。所以咧，我哋卓藝地產集團咧，都開設咗唔同一啲支援學生嘅措施啦，例如咧，我哋有一個24小時嘅管理群組啦，1對1嘅管家服務啦，同埋咧逢年過節咧，我哋都會送上啲暖心嘅禮物啦，甚至亦都有啲迎新咧一啲活動咧係俾翻我哋嘅租客嘅。咁就係因為我知道佢哋喺呢一度生活咧都好唔容易，佢亦都好需要咧一啲人咧去幫助佢哋咧盡快咧融入一個咧完全陌生嘅環境。喺以前咧，作為一個網癮少女嗰陣時咧，我係好追逐嗰份成就感嘅。但係依家咧，我最自豪嘅就係我唔需要成就感嚟支撐我嘅生活，因為我活出咗我自己。而家呢一個先係最精彩嘅自己。